伊朗的天然气产地互以色列攻击了后，随去空袭卡达的天然气产地，有专家就警告讲，国际油价恐惊会继续窜悬。不过，针对全球前100名机场评选，桃园机场排伫第24名，嘛伫全球最佳行李运送机场的奖项摕到首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伊朗的天然气产地是去互以色列攻击，也伊朗这边嘛是随去空袭卡达境内，也是中东上大的天然气产地来保护，造成这国际油价是国际称悬。有专家警告讲，这荷姆兹海峡若是阁唔开放，安尼未来国际油价是有可能会升到一桶150块美金。伫加接而且大规模的空袭了后，伊朗的南帕尔斯天然气产附近就出现大火浓烟。这是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第一摆有伊朗伫波斯湾的能源基础设施互攻击，战局阁一摆升温。帕尔斯是全世界上大的天然气产，是伊朗和卡达共享。美国总统川普事后强调讲，美国事前对以色列这摆攻击是完全唔知，但是嘛警告伊朗，若是阁一摆攻击波湾国家相关能源设施，美国会无留情分全力反击。卡达境内的液化天然气厂区是世界规模上大，负责供应全球差不多20%的液化天然气。虽然川普阁一摆对伊朗来发出警告，但是伊朗的态度是同款这样的。این هشدار قاطع و خط و نشان برای جنایتکارانی است که تعرض به بخشی از زیرساخت‌های سوخت و انرژی ایران در جنوب کشور داشتند. در نتیجه این اقدام زیرساخت‌های سوخت، انرژی و گاز مبدأ تهاجم در اولین فرصت در آتش می‌سوزد و به خاکستر تبدیل می‌شود. עוצמת התקיפות באיראן עולה מדרגה. מדיניות ישראל ברורה וחד משמעית. אין לאף אחד באיראן חסינות וכולם על הכוונת. 油产、天然气产和能源生产设置，在中东的战火内面一直变做防攻击的目标，嘛造成国际油价一直大起。国际布兰特原油继续个创新高，已经突破1桶116美金。美联社报道，3月初1到15，至少有89架船只是通过荷姆兹海峡，内面有16架是油轮，但是开战进前，大概差不多100到135架船只通过。根据了解，这半个月以来，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只，国籍是包括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等，但是中国已经有油轮因为政治风险和保险这理由，拒绝入去荷姆兹海峡，甘愿对红海迄边西路行。专家指出讲，若荷姆兹海峡国外全面开放，封锁的时间愈久，造成全球原油的供应链断气，油价将有可能会起到1桶150美金，甚至更较悬。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开访问美国的行程，按算是甲美国总统川普来见面，也双方会谈的内容都真做是各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即马美国是当咧甲伊朗相战，川普是一直要求盟友国都爱来协助护航荷姆兹海峡的商船。不过在进前日本就已经拒绝啦，因为日本是有严格宪法规定，讲若是对方无直接对日本来造成威胁，安尼恐惊是真恶派兵。所以高市早苗嘛是无啥物立场去支持川普。那做是真正要安尼做，可能就要针对保护日本的商船，或者是扩大收集情报等等的方向，来互这项行动会当合法。另外，针对能源的部分，是有媒体报道讲，日本是有咧规划要投资美国的石油设备，就是为着要增加产量。上重要就是协助稳定国际油价，甚至伫咧稀土资源的部分，日本嘛有可能是会招美国来开发因南鸟岛附近海域的资源，就是希望会当减少依赖中国。中国3不5时就走来乱，昨是国派海警船驶入去东沙岛的限制水域，而咱的海巡嘛是随出动去甲赶走。针对中国的野心，美国的情报机构报告是指出讲，中国目前无2027年要入侵台湾的计划，也无设一个统一的时间表。不叫中国海警31栋梁，不叫中国海警31栋梁。海巡高雄南的人员检证公布，去年18驶入去东沙岛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但是这只船却滞留超过24点钟了后才离开。海巡署讲，今年以来，中国海警船已经有3船4航处侵入东沙海域，搁真侪摆甲船的自动识别系统关起来，无排除是照铺设地带的侵扰，想要来测试咱的感情应对能力。
国防部嘛公布18几天是侦找到12架厝的中国军机，9架中国军舰和2架公务船伫台海的4号里在活动。对中国侵台的野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上新报告内面指出讲，中国现阶段无伫2027年入侵台湾的计划，嘛无设定实现统一的时间表。但嘛分析中国持续制定军事计划和发展军事能力，方便得到指示的时阵用武力达成统一，但却想要和平统一。China continues to rapidly modernize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to achieve their stated objective of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seize Taiwan by force if necessary. However, the IC assesses that China likely prefers to set the conditions for an eventual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short of conflict. 立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回应讲，政府的立场是对敌人的鼓励爱愈快，对建军加强国防，拢会照一定的脚步来行。总统赖清德嘛重申，台湾必须要以实力来维护和平，佮一摆呼吁立法院较紧来审议国防特别预算，嘛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今年开始会将演习的日程从过去以往的1天增加到2天，特别侧重的重点是我们将首次在嘉义县及屏东县实施无人机协助运送物资的相关操演。国安会说明讲，2026城镇润省演习，按算对4月一路推演到8月，目的是希望结合8月初5到14登场的汉光演习，以整合中央、地方和民间的力量，来建立更加完整的国家危机应变体系。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咱有讲到世界民主国家的排名，也今仔日换来看世界幸福国家的排名。第1名犹原是北欧的国家芬兰，因为百姓的财富平均分配、医疗资源周济，佮加上有定道的社会支持系统，这是互芬兰已经连续第9年拢是全球上幸福的国家。也换来看咱台湾，今年是排伫咧全球第26名，比去年是国家进步1名。报告指出讲，咱台湾稳定的经济系统，佮有完整的社会制度，拢是提升幸福的关键。因为咱台湾嘛已经有几啊年，拢是东亚上幸福的国家。伫冰天雪地芬兰，民众对生活的满意是真有温度。3月19发布的2016年世界幸福报告指出，芬兰会当当年摕到冠军，关键是伫财富的分配平均，佮有高品质、负担得起的医疗甲心理咨询系统。另外，北欧社会互信程度真悬，互百姓伫拄着困难的时，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通瓦靠。这种安全感是比单纯的物质财富更较珍贵。The thing that people typically underrate, which i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 quality of our social lives. And so in Finland and the other Scandinavian northern countries and some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we find very high levels of social support where people have friends to rely on in case of trouble. They trust each other, they trust the institutions that surround them, and that's invaluable. 观察全球幸福排行榜，前10名有关是北欧5国，佮有以色列、荷兰、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今年的表现是真显目，跳升到全球第4名，是美洲第1。亚洲部分，台湾排第26名，比去年升1名。伫东亚各国中，赢过新加坡、日本甲韩国，蝉联东亚上幸福国家的地位。报告分析，稳定的经济发展甲社会制度是台湾维持高幸福感的核心来源。不过，报告嘛也一项让感觉不安的趋势。伫美国、加拿大、甲澳洲等西方国家，25岁以下少年人的幸福感是直落。专家指出，演算法驱动的社群媒体内容，互少年人调低被动消费、甲社交烦恼的毒性加买酒，加上人工智慧 ChatGPT 等的发展，对未来就业市场的威胁，佮有对气候变迁的烦恼，互这样的少年人感受到毋捌有的生存压力。But there's also the affordability. Young people don't quite feel like the intergenerational deal that's been struck for so many generations is in play, where they will necessarily have it better. The anxieties about the labor market. If you're graduating today from university or a tertiary degree, good luck trying to catch up with ChatGPT. 报告落尾手呼吁各国政府应该重新审视社群媒体规范，重新指认社交连结是数位生活的核心。伫追求经济指标的时阵，要安怎解决数位时代带来心理隔阂、甲世代不公平，会是未来提升全民幸福感的上大挑战。公司新闻地位人编译。
今年英国针对全球前100名机场来做评选，亚洲的机场是新加坡的中级机场摕到第1名，那咱台湾的桃园机场是为去年的第43名进步到今年的第24名，嘛伫咧全球最佳行李运送机场的奖项摕到首奖。古早装油的造型，卖台湾小食卤肉饭，日航下美食家导入台湾在地元素来设计，人员不是拢在穿，环境是清气阁整齐，到户外各位当看飞行机的起降，是热门打卡地点。2026年最佳8大机场评选结果出来，桃园国际机场是阁得到全球最佳行李运送机场的第1名，整体的排名是对去年的43名提升到第24名。不过，和日本、韩国主要机场比嘛是小可有差。2026全球8大机场，新加坡中级机场各一摆得到冠军，首尔仁川机场第2名，接落来依次是日本东京羽田、香港机场和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在各个奖项上面呢，其实都有更好的标杆机场，让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哦。所以桃园机场呢，不会以我们现在这个名次作为满足，我们会持续的前进。行李系统处理速度以及准确性来说呢，直接跟国际其他的枢纽机场相比呢，的确是位移全段班。第3航厦完工之后呢，将会有更大的腹地来处理行李。陆位网前分析讲，桃机行李疏散的速度紧，但是容纳量已经超过负担，爱等未来第3航厦来疏解。这摆桃机搁伫评比内面得到全球最佳机场变数第8名，和上称期的机场第6名，嘛入去最佳家庭优先机场第10名，实在问旅客会当搁较好。买东西的地方吧，就是他们好像比较多样性，我们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多。我刚进来好像是3行走很远才走到这吗？有大概5分钟要。机场公司指出讲，第3航厦北龙厅已经伫2025年底完工，桃园机场会伫更较新、更较现代化的基础上，持续提供更较完善的设备、设施和优质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帮助民众约囝，行政院是放连外籍家庭使用人的申请资格。英国这厝内是要有几多个囡仔才会使来申请，也新的制度，只要有一个12岁以下囡仔就会使咯。按算4月13就会来开放申请。少子化的冲击，顶个月咱国新生儿阁创下历史上最低纪录。行政院决定为协助家庭幼囡仔，要放宽厝内有一个12岁以下的儿童，就当申请外国籍家庭使用人。经济上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申请的门槛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吧。妈妈会考虑比较多因为比如说她的就语言沟通，还有生活方式，对，还有就是家里可能也是需要有人帮忙看一下。行政院决定调整评估外国籍家庭使用人申请条件，由英国的家庭要有真侪儿童，修正做有一个未满12岁儿童，就会当符合资格。扣除的部分要支付予政府就业安定基金，每个月大票5000块，伊讲的底薪无含加班费2万，也有职灾险加健保的部分负担。另外，对弱势家庭会减少就业安定基金，也有专人优先受理。劳动部讲，外籍家庭使用人制度，毋是代替即卖的托育，也是照顾措施，是伫即卖的托育等社会支持资源以外，提供弱智家庭给一种协助家务的选择，并不是公共托育的替代，也不是专业性质的保姆，这样子其实可以让他们更放心在职场，不用在工作跟家庭里面必须要2选1。职场跟家庭在兼顾难度的时候，多一项这样的选择，多一点点无后顾之忧。那么让这个生育率能够再提升一些。不过，也有民间团体烦恼，现在强硬抵触即卖的公共托育政策。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佫提醒爱注意排挤效应，惊当前适龄家庭会面临更加严重的欠工危机。这个新政策公布以后，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在供给面上面，到底政府的规划是什么？新制一定伫4月13开始上路，劳动部表示会持续观察政策推缩的情形，适时检讨甲改进，希望协助劳工兼顾家庭甲工作的责任，提升劳动参与率。记者采访报道。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为着卖互伊劳工爱因为讲照顾时大，就甲头路死掉。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来推动长照安排假，为何部迄边是表示讲会过来建议讨论。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成。有一寡食头路的人会拄到爱照顾爸母的时阵，亲像这间科技公司都有些长照优先的措施。那我们在内部也设置了所谓的长照补助。那我们当然还有所谓的带薪家庭照顾假，然后也搭配远距上班、弹性工时。那主要就是我们公司也有很多的中高龄的同仁，我们越来越发觉说长照其实是大家渐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这项优先措施，阮敢拄着代志嘛免烦恼的被逼离职，伊嘛支持爱推动长照安排假，然后申请那个居家上班，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就是可以同时可以照顾肠病毒的小孩，然后又可以居家上班，这样子就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是没有收入这样子。所以有这个假，阮会当好好安排阮的时间来去陪伴阮的爸爸甲妈妈，同时咱会使照顾好咱的工课。因应高龄化，民间团体甲立委拜示呼吁政府爱推动长照安排假，护老工会当照顾时段嘛免甲头路时调。根据主计处的统计，2024年因为照顾时段转甲头路时调的劳工是照顾囡仔离职人数的2.4倍，算起来每10个劳工都有一个受到影响。劳动部调查显示，外7社内的劳工是期待这项制度，雇主反对比例嘛为2021年的6.7%降到2015年的4.4%。在110年的时候，明确表达不支持的比例是将近快70%，可是，在今天114年。其实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家族嘛统计，若政府补贴且长照安排假的劳工6成薪水，一年10万人申请，逐年敢若需要9亿外预算。无政府估算的协权，就会当互劳工工作较定着。立委林月琴嘛表示，后礼拜会伫立法院委员会安排相关部会专题报告，即顺卫福部甲劳动部。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虽说安尼避暑山的厝市场是有人去坐流浪，不过山哪像因为这风伤透，结果降速落去，规个摔落去山坪，造成1个人死亡。因那巴基斯坦迄边是因为上大雨造成严重的灾情，上无已经有19个人无命。落落来的流浪伫拢是西山坡顶悬设几啊电才停落来，大家较紧过去看。随时有名景点铁力士山的厝市场，则被发生流浪落落来以外，有看到的民众讲，迄当阵当地爬的流浪是拄着时速80公里的透风，造成车伤害甲真厉害。无想到流浪后壁竟然对降速顶悬落落来，摔落来山坡落尾是掉伫细堆才停落来，车来一个61岁的查某乘客受伤相当不治。Unfall hat auch der Bahnbetrieb müssen eingestellt werden, so dass wir Personen aus Gondeln müssen evakuieren. 警方除了随调派直升机做救援，嘛紧急撤离受困伫其他40个车厢内免200个乘客，互所有人拢平安返来地面。但是事故的原因到底是啥，阁要等警方来厘清。镜头阁转去巴基斯坦，上大的城市克拉赤，特别是拄着强烈的大雷雨来侵袭，市区变作规片海，车嘛敢若会当撩水通行。搁有真侪树仔互透风扣甲断去，甚至传出有厝倒去，要20个人无命。अच्छा रात 10 बजे के बाद ये कराची के अंदर सिलसिला एक शुरू हुआ बारिश का तेज़ हवाओं का जिसके नतीजे में अब तक जो है वो 2 खातून समेत 16 अफराद जाँ बाग हो चुके हैं। मज़ीद ये है कि 115 पर इतलात मौसूल हो रही थी मुख्तलिफ जगह पर साइन बोर्ड गिरने की और दीवार गिरने की。另外，无正常的天气嘛，伫美国的南加州发威，3月春天还未结束，洛杉矶已经出现摄氏33度的高温，其他地区的高温嘛有可能来到38度，互当地居民讲真正袂堪入。It's horrible. I don't want to imagine on July. I'm probably gonna be out at the beach all the time. On work too, it's gonna be horrible. It's gonna be pretty hard. It's too hot to be March. 洛杉矶当年这个时阵平均的上高温，常常拢是伫15度到20度之间，热映来到这么紧，真正是真罕见。当地气象单位警告讲，高温的天气会持续到拜5的暗时，到时可能会阁创历史纪录。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为今日暗时开始，就是全球穆斯林的传统节日开斋节。按照这方式，信徒拢会去做礼拜，去拜访亲友，去做伙食饭。不过，因为即马中东发生战争，佮加上有上济穆斯林人口的印尼，是有部分的地区做大水，到今也未复原，所以真济人是拢失去庆祝的心情。
市场人来来去去，打围垦5花10色的糖啊！19暗开始就是穆斯林传统祭庆开斋节，也是在9月结束。照习俗，穆斯林会伫即天去清真寺礼拜拜访亲友，搁食一顿真澎湃的餐点庆祝。重要程度甲华人的农历新年同款。伫入场场的干杀扫龙，真无简单。伫去年10月宣告停火，对物资渐渐入去，市场嘛开始出现新衫甲食物。خسرنا معداتنا، خسرنا مواد الخام، خسرنا كل شيء، نزحنا مرة واثنين وثلاثة وأربعة، لكن رغم كل شيء مستمرين لأنه مشروعنا هذا هو المعيل الأساسي لأسرتنا، المعيل الأساسي للسيدات اللي معي، لهيك ما وقفت。不过，外面2年半的战争过了后，真侪人也未惊出失去亲人的痛苦。今年开斋节并无因为停火变得较轻松，颠倒中南地区各个新战场，和祭庆大跌烽火阴影来。Lebaran ini kayak nggak berasa Lebaran memang pun bang. Ya Lebaran sebelum-sebelumnya, untuk sekarang udah kayak beda lah. Lebaran sebelumnya memang udah kita rayakan. Sebelum Lebaran pun 2 hari lagi, seminggu lagi sebelum Lebaran kita udah merayakan. Untuk sekarang kami memang belum ada rasa apa-apa nggak ada。伫全球穆斯林人口上侪国家印尼，今年的开斋节同款无好过，因为美国伊朗战争的影响，油价一直真悬，部分地区的油价来到每公升差不多大票93块。伫索文达列岛的阿济省，去年才拄啊经历过严重的水灾，大部分的设施拢毁损，袂少人啊住伫临时搭建的텐트内底，等待工园重建。印尼上闹热的市场，即马也点至热。对于全球超过20亿穆斯林来讲，今年开斋节的情况较特别，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经济因素，拢充满正复杂的心情。公视新闻尤派准编译。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委内瑞拉拍赢美国，摕到队史上头一个冠军。委内瑞拉全国拢真欢喜咧庆祝，嘛宣布甲冠军赛迄一天定做是国家棒球日，来感谢球队用棒球，互世界看到委内瑞拉的实力。穿棒球衫的委内瑞拉代理总理罗德里格斯甲民众同齐伫总统府迎接世界棒球经典赛冠军奖杯。这座奖杯是委内瑞拉棒球队伫经典赛拍拼20年了后的头一座冠军奖杯。罗德里格斯宣布将冠军赛当日定为国家棒球日，向美国的棒球球员致敬。En este clásico, en esta final, hemos demostrado que desde la contienda deportiva podemos competir, que gane el mejor.y que siga adelante la vida. Eso es lo que queremos en las relaciones bilaterales con el gobierno de los Estados Unidos. 美国棒球协会主席甲运动部长也炸着冠军奖杯游街，所到的所在客满人，受到民众热烈欢迎。伫经过长期政局甲经济不安，参年初美国出席逮捕总统马杜罗了后，这是美国民众过真久的重要时刻，也搁一摆严正运动，互国家强大的凝聚力量，互民众暂时放下政治震动的分歧，同齐享受胜利的时刻。Ha sido lo mejor del mundo, creo que Venezuela se lo merece, merecíamos ganar, merecemos este triunfo porque le demostramos al mundo que somos los mejores. 这场决赛唔乃是球技的比较，佮开始充满政治竞争的意思。美国总统川普伫比赛了发文，佮一摆弹出互委内瑞拉加做美国第51州的争议言论。美国自2006年参与头一届比赛了后，一直甲冠军无缘，一摆拍败红公时史上上强球队组合的美国梦幻队。世界棒球经典赛排名也提升到第1，互有真深棒球文化的美国圆了20年的冠军梦，同时以实力向世界宣告。全球棒球版图也有委内瑞拉的地位。公视新闻刘小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